来看一下弟弟買的鸡排，还有饭。我尝一口，这个鸡排是油真的大，但是现在还烤，因为装它的纸做的袋子全都浸透了，都是油，吃起来还行，吃起来还不油。他给我挑了一个他们家最大个的，肉最多的。鸡翅也有油的感觉，还行。我就简单先试吃一小口，好吧，我把都吃完。因为上一期我做视频时候，我吃一半放边上了，我说不介意吧？完弹幕里边有一个刷介意，所以我这一吃我就吃完吧，没怎么熟透。拿给我吃，你帮我拿这个。尝一口奥尔良烤肉饭，这上面是糖，挺好吃。弟弟是一个正宗的吃货，没有点发甜呢，这饭。荔枝的，秘制。就外卖，我跟你说，好多所谓的秘制的，就是里面放饮料的。秘制啊！我前一段时间点一个秘制锅包肉，我的天，就是锅包肉里面放橙汁了，老难吃了。这饭我真没吃出什麼味儿來。是蜜，蜂蜜蜜汁。說實話不怎麼好吃，幸好我今天煮了飯。你很尖。一會兒搭配其餘的菜吃。我再吃一口這個雞排，還行吧。今天是怎麼回事呢？今天我做一期美食節目，弟弟做一期美食節目，我是來客串一下嘉賓。弟弟都快吃沒了。行，弟弟上。弟弟來了。好。我找一個糖多的。哇塞，看見了嗎？好多的糖呀。可以看的。點評說是什麼？好吃。就好吃就完事了。都是我愛吃的。這一期到這裡。好啊，記得給弟弟點關注哦。好的，點關注就完事了，再見。還有去電視牆轉發。